在台湾一提到歌仔戏，观众立刻浮现杨丽花3个字。以前的人说北部没虾戏，上架 K.O. 但是歌仔戏天王杨丽花学戏并非如此。杨丽花的母亲杨好正是歌仔戏演员。杨丽花从小跟着母亲在宜兰著名歌仔戏团宜春园演戏生活。戏关逼跨顾美本销买拍片。杨丽花6岁上台表演，13岁正式成为歌仔戏剧团的成员。17岁演出双枪陆文龙，被夸赞是台湾歌仔戏第一小生。他曾经主演过好几出电影。从他进入台视开始，一直到2019年在台视制播《忠孝节义》，杨丽花歌仔戏作品不断推陈出新，将近一甲子的岁月，他对歌仔戏的坚持与传承不遗余力。每天晚上6点半，打开台视频道，熟悉的前奏一下，曲调或低鸣或激昂，伴随着每一顿晚餐时光。1980年代，杨丽花带着歌仔戏走入了家家户户，收看歌仔戏成了大家每天生活的日常。看见众多粉丝们的热情支持，也让杨丽花更加卖力演出。一年可以录5档到6档啊，然后凌晨3点多收了工，回到家冲洗个澡，然后隔天又出来就是排戏啊，就是一天彩排1天录影，1天彩排1天录影，所以1年365天，我们有超300天都在一起，都是在台视。阿姨拄则讲到这个较早的歌戏哦，阮为着要访问阿姨哦，阮前几天赶紧搁复习一下，较早就捌看迄《二马华太子》，关中华你袂使，大家就对伊唱。啊，若讲到这个韩信要死靠三声，大家就一直骂啊，这个哪会甲伊害死？这萧何哪会甲害死？较早拢对阿姨伫咧这情绪伫咧起起落落。阿姨拄则讲到真侪袂种吼，拢是对阿姨的情绪。阿姨拄则讲到讲有真侪人拢看较足袂的，讲甲你迄落戏病，甲你大家伤过热情，甲你。戏病蛤蟆甲拆倒，还没弄倒，嘿，还没弄倒，嘿，迄是啥物款的场面？迄阵哪会发生即款的？迄个戏病毋是弄倒啊，有迄是敢若吼，一摆敢若去下乡吼，为着李总统的时阵，讲下乡啊，每届见面啥戏吼，啊伊就搭台也搭了无真坚固，啊人济嘛，人济就安尼舞台会显，啊所以真惊人。啊，舞台伫即个大桥头，因为观众太多，啊，迄个大桥头拢是房啊嘛，毋是像讲咱即马拢红门土啦，啊几楼，啊有楼顶，有偏楼的楼顶，啊迄是茶，伤侪人挤喺楼顶去，怎啊规个拢放落啦，嘛有即款情形啦，即款情形真侪都是太多人啦，啊袂晓去控制，你知无？有当时还足危险的。对啊，有听讲阿姨一出来，大家相争要摸你，啊，结果摸有的讲穿的衫拢讲，大家迄观众迄袂种伤过热情啊，衫拢互 QQ 去安尼。也是有诶高口诶，也毋知念甲规手拢乌青。比妈做出顺个干你都嘿，甲伊摸会着就好啦。啊，实在转来一手乌青疼嘛是讲，哇，哪遮热情啦？伊毋是要伤你，伊是好意讲甲你摸一下，也是啥物嘿。咱这是真了解到观众的心态。啊，我知影讲看歌戏的观众太热情啦。你有看啊？我嘛是真热心哦。我的忠实观众，我嘛你若爱看，我就要求台视讲，你著甲放，我故意拢放，无本来我有版权，你著爱甲我算版权，但是版权免摕。台视嘛做热心放，啊陪伴老大人看歌戏，有当时老大人。无看歌伊袂爱困，啊看陪困，啊甲即群就陪困啊啦，迄嘛是真好诶代志啊，吼，老大人就是我诶忠实观众。我就俩啊，哎呦，哎呦嗨咯，无俩无观众啊，天啊，不来啊！台上锣鼓喧天，台下座无虚席，有的甚至得挤上侧台观赏演出。1980年代，杨丽花歌仔戏团只要下乡公演，所到之处万人空巷。乡村做公演，结果去到一个学校，旁边都没有人啊，我们就想说，那今天来这边是要演给谁看？
等到黄昏3、4点的时候，4、5点，坐牛车的啦，就是牛车一车的载来，把整个那个广场都塞满了。哦，真的，阿姨的魅力真的无法挡啊！不仅在台湾戏迷为之疯狂，杨丽花的名号更享誉海外华人世界。歌仔戏红星杨丽花所领导的歌仔戏团以及其他的演艺人员，总共39个人组成。今年启程前往美国、日本等国家访问演出。源自于台湾的歌仔戏传统文化，在日本的表演舞台上回荡，戏迷们争相一睹杨丽花的风采。杨丽花歌仔戏团团员在东京时间6点钟，台北时间5点钟，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公演了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旅居日本各地的侨胞将近3000人，都从各地，包括九州、大阪等地赶到了会场。1991年，杨丽花歌仔戏团首度进入台湾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——国家戏剧院。由杨丽花、司马玉娇领衔主演，吕布与貂蝉场场爆满。我关心的咖喱呀，抢不到票的戏迷只能选择来到广场观看转播。他在国家剧院把歌仔戏舞台剧创高峰，就是一票难求，还有户外坐了将近10万人，全部就是席地而坐，在外面看着投影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经典故事搬上了国家戏剧院，杨丽花的现场唱功发自肺腑，打动人心。大家若讲到电视歌戏，都会想到团长，都会想到国宝。啊，讲到国宝，就想到电视歌戏。尤其我听到杨丽花歌，伊就讲迄杨丽花，杨丽花。嗨起来。是啊，我毋知讲咱台湾的名个无歌戏，啊，恁的支持，我替阮演歌戏的同事者，拢甲你说多谢。台湾不能没有歌仔戏，道出歌仔戏是台湾重要的国宝级文化资产，更为社会带来重大贡献，蕴含教育意义。啥那国宝那一直拢伫咧强调这个传统的这个。你这物件吼，咱这是教育嘛，教材嘛。你有囡仔若有伫看，伊嘛知讲啊，这就是爱安怎样啊吼。啊，话讲无通食，爱友好做新妇。一个大家讲哈。要食一块猪肉来煮肉片汤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啊，伊就瘦到无通食，无通食啊！当即个新妇友好，翁阁无地去赴考，啊，伊要安怎？友好新妇家己挂手刀吧，吼，啊，再来煮汤互大家食。大家来讲，哎哟，你是安怎煮啊？那这是啥物汤啊？那臭臭枇杷是要安怎食？哎，新妇艰苦哭，我挂手刀吧，大家搁伫嫌臭酸。你来看即款即个故事，你若无演，啊，你若认真讲即只友好，啊，互观众去看。像这故事，恁从来毋捌听。较早细汉捌听阿公阿妈讲过，所以捌听过。对啊，迄这个叫忠孝节义，啊，伊好嘛。你看，即马查囡仔敢要安尼？即马无迄无可能啊嘛！友好的查某囝，友好的新妇三顿烧，不好的查某囝。所以咱有忠孝节义安尼一直做，孝是安怎孝，啊忠是安怎忠，毋知万古流芳一直传落去。吼，啊有个人若碰到即个代志，对士大人遐不好，啊对啥？啊囝就免生啊，啊就免请咯。
敢是？所以爱保留即款忠孝节义的物件。歌仔戏拢是演这，看歌仔戏袂学歹就确实有影，对只国宝嘛有讲着，你讲真侪小乡人若是看歌戏，对父母啦、亲情这拢心肝真残忍。啊，毋知人咧讲，伊都无看歌仔戏啦，伊若看歌仔戏都袂安尼做。我对你情深是已坚定哦，只是这个阮这白家情。用浑厚的嗓音唱响了忠孝节义的道理，也唱出自己对歌仔戏文化的信仰与精神，成就了独属于杨丽花歌仔戏的金字招牌。为你分担愁意，并你当日该下手。会叫黄爸爸来演，毋是讲我去验苦手呢，真侪人误会。伊乐器也有学，伊身段真水，真查袂晓讲台语。另外一种创新，